父亲应该看出来了吧？皇上对我赵家真是隆恩浩荡啊！是啊，皇上都说是一家人了，这让臣心里感动莫名啊。父亲在女儿面前不可称臣，女儿方才在皇上面前以正视听。我不是贵妃，更不是皇后娘娘，所以任何人不得在我面前称臣，不然就是僭越。是，于父记住了。姐姐，不过就是一个称呼嘛，有那么要紧吗？抱歉，万不可这样说。在家里错了，或许不要紧，但是这是在宫里，要是做错了事，弄不好是要死人的。其实贤德妃便是贵妃，既贤且德，不贵其何？皇上对贤德妃又是如此恩宠，就是奴才们称呼的僭越了些，其实皇上听着也是挺高兴的，未曾有一次降下罪来。依老奴的意思，贤德妃啊，您不必介意。在这宫里头啊，还就是福翁常常给我吃这些开心丸。可福翁也知道，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还真是僭越不得。若是不当心，就为听着舒服，任凭奴才们错下去，怕是要算总账的。这到头来啊，都会算到主子的头上。贤德妃教训的及时，老奴当心便是。父亲，坐下说吧。啊，是。宝琴，哎，让姐姐好好看看你。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听父亲的话的。你听话，不过是哄我罢了。其实姐姐并不想逼迫你做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。姐姐只是想，你终归是成人了，父亲也一天天的上了年纪，日后这个家呀，终归还是要你来当的。你若真是个不争气的，咱们这个家要说垮下来，那可真就是一会儿的事儿。姐姐，其实科举的学问虽然枯燥了些，可我也是在学的，只是今天皇上没问到我呀。可不光是科举的学问，我说的是，你要学着怎么做个当家人。哎呦，这可难了。所以啊，你才要多用心。日后啊，父亲做事，你不妨跟着，一面帮衬着父亲，一面也学一些办事的本领。前些日子许多事情，我倒也交给他做了些。这真是太好了。父亲这次进宫要请阅皇上的事情，福翁预先在皇上面前请了旨意。福翁，你向家父传达一下。是。皇上听说赵大人请谒的是李亲王的事情，极为重视，即刻颁布了圣谕。皇上的圣谕是，多一个内务府也好，都是给朕办事的。完了，啊，皇上的圣谕，哎，就是这么多。可皇上的意思，臣还是不大明白。皇上的意思其实再明确不过了。福翁承旨述职，更是一字不多，一字不少。多蒙贤德妃夸奖。有劳福翁。我这个弟弟啊，从来没有来过咱们这畅春园。福翁，你带他去走走看看吧。哎呀，瞧贤德妃这话说的，这算什么呀？姐姐，宝琴，跟你来爷爷去吧。这会儿，姐姐还有话要跟父亲说。走。宝琴，
你带着他们都下去吧，外头有你一个伺候就够了。是，走。皇上，你看这个真好。郑家庄那边设置内务府的事情，皇上要来福转告给赵府的懿旨，我听到了。你觉得如何？别摔着，多一个内务府也好，都是给皇上办事的。你这是要稳住他？宫里有洪熙的内线，朕的话很快就会传到郑家庄那边。可是皇上，那边也有皇上的内线，如何就查不出这宫里的内鬼呢？是朕低估了洪熙，朕派过去的不是别人，是他的亲生儿子，没想到他还心存疑虑。皇上，你说他真的会动手吗？他已经设置了内务府。这是个信号吗？他要动手的信号？倒也不必怕。可我怕的是咱们防不胜防啊！朕会让他们下大力气，务必要查出内鬼。以后莲儿我亲自带着，再不让别人插手。莲儿她很调皮，我怕累着你。我不怕累，别人带着我不放心。父亲，女儿先把方才没说完的话说完。多一个内务府也好，都是给朕办事的。皇上虽是这样说，可父亲千万不能去李亲王府做事。为何？虽说是因为枕下，李家、赵家和李亲王府这三家之间有了姻亲之好，可是李亲王府的事情，父亲不可沾边。这么严重？父亲，女儿说的是一点边都沾不得，您可听清？是。可为什么？你总该跟我多说几句啊。为什么？这么多年，我是多想知道为什么，可真的知道了，我又祈祷上苍，还是让我不知道的好。颖儿，特别是与李亲王府相关的事情，最好跟咱们没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可又如何能够做得到？颖儿，这儿没外人，你就跟为父把话说得清楚些。父亲，这件事情有些我能说清，有些我还真是说不清楚，因为许多事情它还没有发生，我只是猜测，必得等到真的发生了才能知晓。即使这样，你又如何知道它定然会发生？会，一定会，而且只要发生，定然极为凶险。能不能规避一下？女儿曾是李亲王府的人，又如何避得开呀？这事儿皇上不是已经释然了吗？是你说的，当年皇上未曾怪罪于你。皇上对我赵家的恩宠，皆因女儿对过往之事处置的妥当，可这并不能保证我赵家的未来啊。日后咱们小心翼翼，不沾惹是非就是。父亲这话说的极是，可眼下正有一件天大的事，我赵家已然惹火上身，幸亏还没有烧起来。不会吧？就在今日，赵氏妃禀奏皇上，说我赵家匿藏了李家罪产。什么？怎么会是这样啊？皇上本要亲自处置此事，是我给拦了下来。皇上洪恩，要女儿先期警告父亲，只要交出李家罪产，皇上就当此事从未发生过。如若不然，我赵家跟李家一个样，也是查抄的罪。是，我即刻严查此事，即刻处置。不管是哪个如此大胆，定然严惩不贷。隐匿的是李家罪产，此事若是老祖宗做的，老祖宗，
不，不会。虽说查抄的是李家，老祖宗却绝不会如此的不知轻重。那会是谁呢？啊，是我和荣哥做的。你也真是的，这等事你也敢做，还真是不想活了。说，你为何要这样做？禀老爷，我是为了这个家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呀。你犯的这个事儿，足够满门抄斩了，你还敢说是为了这个家？老爷，我知道不可藏匿罪产，所以我并没有让这笔罪产进入咱们赵府。我不过是让荣哥用它去外面放些利钱，好贴补府上的用度啊。哎呀，你无论如何也该跟我说一声啊。原是应该如此，可我知道，只要老爷太太知晓此事，这事儿就做不成了。你好，你做成了一件让我赵家死无葬身之地的大案。好了，老爷，你也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得。眼下既然有咱闺女在宫里头先照应着，咱们呢赶紧把她给处置妥帖了，也就是了。你闭嘴！罪产在哪儿？我交给荣哥看管着。你混蛋！放肆！先去找荣哥，别的事情回头再说。老祖宗，您是没见着那个小皇子，他叫永脸，又聪明又伶俐，是个好漂亮的孩子。哟，还真是的啊！碰上这么个小皇子，在一起玩什么呀？玩水玩泥吧。啊！原先还以为这皇子皇孙们玩的都是金啊玉啊什么的，没想到玩的跟我一样啊，满院子的疯跑疯玩，图的就是个逍遥痛快。哟，还真是怪新鲜的啊！皇上也不管呐。种稻子呢？啊？我们就在皇上种稻子的沟渠里面玩呢。那个叫永脸的小皇子，名字里不知道是哪个脸字。就是斜玉旁那个脸。宫里头的来爷爷告诉我啊，说他是正宫皇后娘娘所生，是皇嫡子，日后啊也是要当皇帝的。哦，他日后要当皇帝，恐怕与他是否是皇后娘娘所生关系不大，倒是有别的事情。哎，妹妹如何知道？我是猜的。如何猜的？他的名字不就是个脸字吗？自古以来，虎脸通称，是宗庙中盛属祭的器皿，引申出来一个意思，便是玉人有历朝执政之才能。他取名永脸，这不明摆着，皇上是要把江山社稷传给他吗？哎呦，妹妹真是好了不起啊！我说对了。对极了。哎呦，来爷爷跟我说了，这小皇子一生下来就让当今皇上的父皇喜欢的不得了，就给他起名字，就用了这个莲字。这意思就是说呀，将来要把江山社稷传给他。哦，于是当今皇帝登基之后，虽然没有御立太子，但是他把他父皇当年给儿子取名永脸那层意思写了一道谕旨，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儿，把谕旨收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的后面。这意思不就明白了吗？永脸小殿下虽然还没有被册封为太子，可他实质上已经是皇太子了。哎呦天哪，这么一大套啊！这下子你懂了吧？这皇帝家的事情啊，这一举一动，都是有大道理的。福老爷，太太，
连二爷、连二奶奶，你们这是怎么话说的？你家老爷在吗？在。那荣哥也在吗？这个可就不好说了。请。走。哎呦，这是怎么说的？好大的阵仗！赵天佑，快说，你家荣哥在哪儿？哎呦，我的二叔哎，那个败家子儿，他在哪儿？我哪里会知晓嘛？哎，来生，你说，这些日子你可见过荣哥？兵老爷，小的还真是好几天没见到荣少爷了。小的还纳闷呢，这荣少爷3天2头不着家，他究竟去哪儿了？听听，你们听听。其实用不着来人家顺公府找，问我家里的也就知道了。你少胡扯，他在哪儿我如何知道？40万两银子你全交给他处置，你会不知道他在哪儿？这才真叫放屁！我是把银子交给他来处置了，这是真的。可是我没见到他，这也是真的呀。嘿，鬼才信！我跟你说，我是你当家的，银子你不交给我来处置，倒交给外人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你别想蒙我！你少放屁！哦，你个吃里扒外的母老虎啊！我早就忍不了你了。哎，也好，今日既是见到你个赵氏族长，我要和族人一起决议，准我休掉我这个家里的。你敢！别以为我手上没你的短处，我告诉你，你把我惹急了，我抖出来，咱俩一起完蛋！完蛋就完蛋，完蛋我也要休了你！好了，如今这笔罪产的下落最是要紧，别的事情都往后放。你再好好想想，荣哥有可能在哪儿？老爷，我是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恐怕真要出大事了。哎，别找荣哥了，咱赶紧看看那40万两银子吧。备车备马。就在这儿。快去啊！啊，来，来，小心点。银子没了！没了！没了！全都没了！说话呀！没了，全都没了！哎呀，快！好，恩师，惊堂大人，赵大人，你这是？哦，恩师有所不知，学生前日便缉捕了藏匿李家罪产的首犯沈一世。沈一世是李家的师爷，是他把罪产交给了我和荣哥。恩师，沈一世招供了，学生原本要顺藤摸瓜，先到这隐匿罪产所在的地方，将罪产收缴入库。可不料来公公私下对学生说：“来公公说，贤贵妃的意思是要恩师先把罪产拿到手里，再上交给皇上。那这样一来，罪产就不是学生上交的，而是恩师主动上交的。如此，恩师不过只有一时失察之罪而已，皇上定然会赦免恩师。可这罪产已不在原地啊！啊，什么？怕是我赵家有人贪心骤起，将罪产私吞藏匿。是非，再给我个面子，由我亲自启奏皇上，请旨缉拿我赵家的这个贼人。
恩师所命，学生无不遵从。只是学生既然已经来了，还望恩师允我搜查一番，也好交差呀。我也让你大大为难，该如何做才好？你就请便吧。好，那多谢恩师。来人，在，私下里给我搜。是。禀大人，什么都没有。禀大人，没有。恩师，你看，敬堂大人，本官这就亲自进宫，请旨自清门户，缉拿家贼。到时还要劳烦敬堂大人一体缉拿该犯。好，恩师一禀大功，学生好生敬佩。那，学生告辞了。不送。告辞。开宗祠。神主在上，不孝子孙前来告祭。祖宗创业维艰，所愿者后世子孙绵延万年。然不孝子孙屡屡有违祖宗故念，几番不慎，骤起祸端。幸有吾皇对我赵家百般恩宠。终使我赵家有弥逢危局之际，今我不孝子孙，在此昭告祖宗，晚辈等人定不负皇上圣恩，不辱祖宗之德，全家上下劳小齐心，消弭祸事，重振家门，特此告知祖宗保佑。祖宗保佑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老太太，老太太，出事了！老太太，没事，出事了！不用怕，出事了！没出事，没出事啊！要是出事了，我第一个就告诉你。不对，出事了！不会，不会的，没事的，老太太。你们老爷，宝琴，都半天没来看我了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昨个他们不是刚刚来看过您吗？您要是还要招呼他们过来，我这就派人去叫他们就是了。你不知道，这也会出的事儿跟往常不一样。这个坎儿怕是过不去，怕是过不去了。老太太，两位叔伯推我做了这个族长，哼，
这还是头一回在荣禧堂议事。若不是遇到这个坎儿，倒也不必麻烦。可事情既然出了，确实要家族商议出个办法，大家协力解决。哎，其实这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哪个弄出的事儿来，哪个去顶罪就是了。哎，大伯荣禀，这话倒也不好这么说。都说是我家荣哥把李家的罪产给藏匿了，可哪个看到了？哼，还不就是莲二奶奶的一句话吗？可荣哥到底在哪儿？若不是他，何不出来作证？所以当务之急，还就是要先找到他。如若就是他，把罪产吐出来，家族便可脱罪；如若不是他，也要把事情说清楚。找，那就找嘛，我也没说不找的。可要找到荣哥啊，弄不好，还真是不好在我家里找。我要休了他。什么？我要休了他。你是族长，我要你做主。哎，我说莲二爷，今日议事，咱们可不是议这个。是，总要有个轻重缓急。莲儿啊，你那个事儿啊，再等等，啊！我早就受不了他了，如今他又给我戴绿帽子。哎呀，莲二爷，你猜的吧？啊，可有证据？就是你家荣哥。话不好这么说吧，你家二奶奶是常把我家荣哥找去，可她也跟我说过，那是莲二奶奶要她去帮着处置些咱赵家外头的事情。我家荣哥毕竟有个五品龙禁卫的官爵，办起事儿来方便些。莲二爷，不能因为这个就说你那绿帽子是我家荣哥给你戴上的吧？就是他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拿出证据来。这还用说吗？啊，李家多大一笔家产，转移到我赵府来，我家那个骚货那只母老虎，他要吞了这飞来横财。什么飞来横财？那是飞来横祸。可他为何不让我帮衬他呀？啊，我，他丈夫，可他不，他偏偏要你家荣哥帮他。莲二爷，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吧？他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我。好，我不跟你争这个。两位叔伯，你们怎么说？看来我家莲儿啊，还真是受不了了。既然是这样，还望成全。大哥即使这样说，我也不好阻拦。不过兹事体大，又是两口子的事儿，既拿到族人会议上来，也要容凤丫头说句话，才算公平。哎呦，老太太，没什么大事儿，您别急啊。你就少瞒哄我吧。这家里头的事儿啊，但凡有一丝风，都会挂到我这儿来。哎呦，所以就是说嘛，这要是有什么事儿啊，哪个又敢欺瞒老太太呀？你还别说，这回啊可真是怪。这风啊，我就是觉得刮得凉飕飕的，可就是没人告诉我这风是哪儿刮来的。那这风里可有什么味道吗？什么味道啊？我的意思是说呀，这刮来的风是香的还是臭的呀？哎，那我便知道是哪个涂胭脂抹粉，又是哪个在放屁呀。行了，你少来哄我。不过呀，还真是没什么味道。哎呦，所以就是说嘛，那些个香风臭气呀，肯定不敢刮到您这儿。他们知道老祖宗容不得这个，所以刮来的风啊，那肯定都是干干净净的风。就是因为太干净了，
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，所以呢，我还就偏不相信。哎呦，我的老祖宗，这没发生什么事儿，不是挺好的吗？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要是真有什么事儿，这家里不还有我吗？这么大一个家，每天总要发生点什么事，要是我处理不了的，一定来请教您。老太太，怎么了，珍珠？好奇怪，说是族人会议要请莲二奶奶。族人会议？嗯。出了什么事儿吗？不知道。哎呦，管他什么事儿呢？即使要我去，我去就是了嘛。十儿，你来陪老太太，我去就回啊。等等，都是什么人在议事啊？有大老爷、二老爷、顺公府的右大爷，还有莲二爷。是什么？你知道我不认字。休说。看来我猜的没错。我估摸着大老爷也纵容你儿子吧？儿子的事儿啊，我原本是不管。若是我家儿媳妇没了德行，这个家又如何能容了她呢？哼，这个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到底是哪个最没德行？还是当爹当儿的都没德行？恐怕知道的不光我一个吧。你，废话少说！你隐匿了李家罪产，连累我赵家整个家族，犯下这么大罪，我还不该休了你吗？原来你要休我，不光是因为我的德行，还因为这一笔罪产呢。哼，明白了，你是想在这件事情上跟我脱离干系。一旦这笔罪产追不回来，你，哼，还有抚顺两府的族长，这个家的2位长辈，都尽可以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。这样，你们就全都没事了，都清静了是吧？罪产是你留下的，罪错自然也是你担着。你要不要在这份休书上按手印儿，结果也都是一样的。告诉你，如今我是没法跟你过了。我知道你早盼着有这一天的，可我偏不干。你，如今这日子，咱俩还有什么过头吗？你以为我还想跟你过下去呀？我不过是不想随了你的心愿。哎，你想休谁就休谁，你想娶谁就娶谁呀？呸！我偏不让。哼，这个家都是我管着，我绝不允许你随便找个骚货，回头让他管着我。你想休我？休啊！我让你休，休啊！休！我让你休！你，哎，你们都看见了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只母老虎，它根本就不可理喻。休妻原本就是男人的事儿，哪用你这个骚货来赞同？要不是老爷偏要你来，给你个认错的机会，老子根本不用踩你并休了你。你信不信？你敢？还反了你了！老祖宗，老祖宗，老祖宗给我做主啊！起来，起来，凤丫头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怎么着。都起来说话吧。是。都坐吧。是。凤丫头，你也坐。是。事情我都知道了，
这事情的起因是在我李家那边。虽说凤丫头也有错，可主要的错处不在她身上。她把那份罪产留下来，事情做的是错的，可是意思还是好的，还是为了这个家。你们男人家，个个家里家外作威作福，可真要在这里万般艰难撑持着这个家的，还不就她凤丫头一个呀？事情做得好了，那就都是你们的好；那事情要是有错，就都是凤丫头一个人的错啦。她为何要留下那笔罪产呢？难道是她自个儿要用吗？还不是要拿出来放账出去，生点的利息来补贴家用，填补你们这些男人们在外头吃喝嫖赌弄出来的窟窿。老祖宗，您这一竿子打下来，可就不分青红皂白了。哼，我知道，你还算是好的。可你们爷俩，哪个敢说自己是干净的？哼，还想把凤丫头给休了？我看得倒过来，让她休了你们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这做儿子的就是倒霉。您的孙子休了孙媳妇儿，没来由的把儿子也给捎上了，叫我呀，也弄了那一身的不是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们爷俩啊，原本就是一丘之貉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事儿啊，我就不管了。你本来就不该管，我还活着呢，还轮不到你管。再说了，我这么说，也是为了这个家呀。这个家，要是没有凤丫头张罗着，能行吗？你们休了她，那笔罪产就能弄回来了。我看还得凤丫头主持着，张罗着人四处去找，还兴许能早一天找回来，请皇上免了咱家的罪。老祖宗说的对，罪产的事情是这个家族的头等事情，其他的都先放一放再说。其实呢，我也知道你们都孝敬我，这么大个事儿，始终就瞒着我一个。可这件事儿啊，既是我老李家弄出来的，不管怎么说呢，我都得担着。我呢老了，这些个出头露面、跑跑颠颠的事儿做不得了。可为了这个家，有些事情我还是能做的。我决定了，我自个儿的私房钱不拘多少，先拿出一半来抵了李家的罪产。我知道这笔罪产的数目不小，我的私房钱抵不了多少，可这是我的一份心意呀。唉，既是老李家犯下的事儿，我总得做点事儿吧，要不然的话，老太太，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啊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，老太太，快叫郎中啊！